大家好，我係李居明，今日坐低同各位老友記、各位步入中老年階段嘅朋友，好好傾一場。心底話研究風水命理、面相術數幾十年，走過無數地方，見過成千上萬不同命格、不同晚景嘅人，好多人一見到我就問大師，到底點樣先算晚年好命？係咪手頭上積蓄夠多、物業夠多、銀行戶口數字夠大，就代表下半世無憂無慮？坦白同大家講，呢個觀念真係太片面，亦都係好多人年輕時誤入嘅最大死胡同。錢財固然係晚年生活嘅底氣，但絕對唔係衡量一個老人家福氣厚薄嘅核心標準。我常講，相由心生，運由心造。一個人踏過60歲大關，真正嘅福分會慢慢由內在散發出嚟，投射到身體狀態、處世心態、人緣家運三大層面歸納落嚟。老人家身上只要長期維持住3個核心特徵，無論八字先天命格如何，都屬於越老越順、安享清福嘅上等好命。今日我就用幾十年實戰積落嘅經驗，極行傳統面相學、九運離火、大姿勢、唐物修行心法，逐一同大家拆解透徹，唔好只聽皮毛，要悟透背後藏住嘅運氣邏輯，仲要學懂後天修煉改運嘅方法，將自己嘅晚年福氣一步步千超故放大。首先講第一個最直觀，亦都係面相學裏判定晚景榮夫嘅重中之重，身形骨架穩健，五臟氣血平和，手足靈活，步履從容，呢就係老人家第一大福氣。身體自有金銀山，無病無痛，抵過萬貫家財。好多老友記誤解，以為老人家要大肥大圓，滿身汗肉先叫有福。其實唔係。我研究面相幾十年，對於中老年身體福相有一套好清晰嘅界定標準。古語講五福臨門，排第一位就係壽緊，跟住就係康寧。何謂康寧？身體五臟六腑運轉暢順，起居飲食可以完全自理，唔需要長期依賴藥物吊住精神，唔會動完手腳麻痹、行路顫抖、三餐食唔落、夜晚瞓唔安穩。呢個先係最實在嘅福報。我見過太多身家過億嘅長輩，年過70之後關節退化，走唔出大門，血壓血糖長期失控，日日要出入醫院扎針食藥。就算名下有幾十間鋪位收租，日日被困喺病房或者豪宅裏面，睇住一堆資產無福消受。呢種所謂嘅富貴，講到底只係表面虛榮，內裏滿喺煎熬，完全唔算好命。反之，有好多普通市井老人家，唔係大富大貴，但每日可以自己落街市買餸煮3餐，閒時落公園散步，同老友打2圈麻雀，行下海邊吹下風。天氣好，仲可以搭車去周邊遊玩，四肢有力，腰骨硬朗，睇落精神抖擱。呢種自由自主嘅身體狀態，先係上天賜予最珍貴嘅禮物。落細拆解呢個身體有福嘅具體細節，先從面相晚年宮位講起。60歲之後，人嘅運氣重點全部落到下庭，亦即係下巴地角位置。我反覆同大家強調過口別，下巴兜兜，晚景無憂。地角就好比一個人晚年嘅局裝，骨裝飽滿圓潤，有肉有厚度，唔尖削唔孭斜唔凹陷，代表後半生儲蓄足夠衣食無缺。更加關鍵嘅係呢種面相對應嘅內在性格，多數係心胸寬厚，唔中意種牛角尖，少鬱結少肝火，情緒唔會大起大落，情緒穩定自然減少內臟耗損，形成良性循環。如果老人家下巴尖尖薄薄，地角塌陷，面相上屬於晚年孤寒之相，唔單止容易手頭留唔住積蓄，更加容易長期心結重重。凡事睇得太執着，氣滯血瘀，各種老年慢性病痛，跟住上門雙重折損福氣，地角唔夠理想都唔使過度擔心。面相學有補救之法，就睇一對耳珠，雙珠照海口係晚年長壽貴相，耳珠厚大垂嘴，圓潤有肉，對應先天累積嘅善業福報。60歲走耳運階段，會自動為身體加持元氣。就算地角一般，都可以靠厚實耳珠補足壽元。
降低病痛連身嘅概率。我自己年輕時其實耳珠並唔突出，後來堅持長期修心行善、規律作息，慢慢耳珠自然長得豐滿。呢個就係相由心生最真實嘅體現。五官隨住心念，身體狀態改變，絕對唔係空穴來風嘅迷信說法。再講手足體態嘅福氣細則，好命老人家有個共通點，雙手靈巧有力，雙腳踏地穩重。中醫同面相學都講，手為心之苗，腳為根之基。一雙手，皮膚唔好過度乾枯皺裂，手指舒展唔僵硬，日常可以做家務，打理自己個人衛生。縫補細小物件，代表心臟氣血充足，大腦神經反應靈敏，唔容易出現腦退化、手震麻痹嘅問題。而雙腳就更加重要，所謂人老腳先衰，腳步輕盈，行路唔使拐杖支撐，上下樓梯唔氣喘，雙腳溫暖唔凍冰冰，代表積氣充足，下焦經絡通暢。九運離火時代，火主心臟循環系統，未來20年中老年朋友最大嘅健康威脅就係心血管問題。凡是長期久坐不動、四肢淤滯、雙腳浮處冰涼嘅人，離火運好容易引發血脈堵塞、三高爆發。反之，每日堅持輕度運動疏通下肢經絡嘅長者，自然可以避開好多離火運帶來嘅健康劫數。好多老友記問我，大師點樣後天保養身體，延續呢份體魄福氣？我俾大家幾個簡單而執行嘅改運養生心法，完全唔需要花大價錢。第一，飲食堅持7分飽，少重油重鹽，少凍飲生冷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脾胃運作順暢，五臟先有源源不斷嘅氣血滋養。第二，每日堅持半個鐘頭緩步運動，行公園、耍太極、甩手活動筋骨都得。切忌長時間躺姿沙發睇電視，久姿傷氣，久坐傷血，直接折損晚年根基。第三，每晚睡前熱水泡腳10分鐘，刺激足底湧泉穴，補足仙氣，提升睡眠質素。瞓得好，元神先會修復，免疫力自然提升。第四，遠離煙酒，熬夜過度勞心費神。好多老人家中意同後輩爭拗論事，為子女操碎所有心，日日處於焦慮煩躁狀態，等於自斷氣血福脈。一定要記住，身體係一切福氣嘅載體，載體垮咗，再好嘅風水，再厚嘅家財都無從享受。仲有一個容易被忽略嘅身體細節，老人家眼神澄澈安定，唔玩樂，唔飆忽，唔凶光外露，都屬於身體內在五臟平和嘅標誌。眼為靈魂之窗，亦都係肝臟外在顯現。肝臟運，肝氣順暢嘅人，目光柔和淡定，就算面對不如意嘅事，都唔會眼露焦躁怨氣。如果長期雙眼亂毒，布滿紅筋，眼神游離不定，動不動怒目圓睺，代表肝火長期鬱結，內分泌失調，好容易衍生失眠、頭痛、高血壓等問題。離火運主打心神與目光，未來20年，眼神清靜內斂嘅人，不單止身體更健康，判斷力亦都更精準，唔會輕易被騙，踩金融陷阱，俾人忽悠投資間，接手住財運。呢個亦都係身體福氣延伸出嚟嘅隱形好處。總結第一個核心特徵，老來身體自強，起居能夠自理，五臟氣血調和，步履輕盈，精神飽滿，就已經贏過世間90%嘅人。呢份無價嘅健康係所有晚年好命嘅第一大基石，千祈唔好等到病痛離身先後悔從前唔懂得惜身惜福。接下來拆解第二個決定晚年幸福感深淺嘅核心特徵，心性通透豁達，懂得放下執念，少抱怨少攀比，少執着，收一顆隨緣自在嘅平常心，內心安寧就係最大嘅風水。心寬一寸，福厚一丈。研究命理幾十年，我最深嘅感悟就係，一個人晚年過得快唔快樂，從來唔取決於外界擁有幾多，而係取決於內心可以放下幾多。好多人年輕時為了事業，為了錢財，為了爭一口氣，處於高度競爭、高度執着嘅狀態，踏入老年之後，思維模式仲係扭轉唔過嚟，日日活喺比較同埋怨之中。呢種心態
會無形中耗散自己大半輩子累積落嚟嘅福報。就算物質條件再好，日子都過得鬱鬱寡歡，完全唔係好命格局。我同大家深入講透呢個修心改運嘅底層邏輯，極行唐密心法同九運離火嘅時代特點，俾各位老友記真正悟透點樣修煉晚年好心性，為自己招來源源不斷嘅安樂福氣。首先第一點，好命老人家絕對唔會陷入冇意義嘅攀比內耗。我講過無數次，世間一切煩惱根源都係兩個字。比較好多長輩閒來無事就中意同身邊熟人對比，隔離老友仔仔買咗豪宅，自己仔女暫時未做到，街坊退休金比自己高幾千蚊，人哋孫仔讀重點名校，自家孫兒成績普通，種種零碎對比令自己耿耿於懷，飯食唔落，覺瞓唔好，長期心生妒忌鬱悶。呢種心念不單止摧殘身體健康，更加會擾亂自身磁場風水，令自身福氣慢慢流失。九運離火係精神內求嘅時代，外在物質嘅攀比會越嚟越耗損自身氣場。真正嘅修煉係學會向內觀照，認可自己嘅生活節奏，明白每個人嘅命格緣分，子女福報都各有定數，別人嘅榮光唔屬於自己，自己嘅平穩安樂先係獨一無二嘅寶貴財富。唐密修行裏面常講，日日是好日，唔知執着於昨日遺憾，唔焦慮於明日未知，只專注過好當下每一餐每一日。呢種隨緣心態就可以自動化解90%嘅精神內耗。舉個真實例子，我認識一位80幾歲嘅前輩，退休之後唔同任何人攀比，每日種花寫書法聽粵曲同老伴郊遊，仔女唔係大富大貴，但家庭和睦，老人家從來唔抱怨命運唔公平。80幾歲仲身壯力健，思維清晰，日日笑口常開，呢種就係心歡帶來嘅長壽好命。反之有好多物業堆積嘅長者，日日嫌仔女唔孝順，嫌生活唔夠奢華，嫌命運差待自己，滿口勞息，最後屈出一身重病呢，就係心念造運最直接嘅對比。第二點，晚年好命嘅人懂得放下過往恩怨，唔糾結舊事，唔沉溺於回憶負面經歷。好多老人家有個通病，中意反覆訴說年輕時受過嘅委屈，同親戚朋友鬧過嘅矛盾，曾經吃過嘅低，次次聚會都重複翻舊支架，將幾十年前嘅負面情緒不斷重溫，等於不斷為自己嘅磁場注入陰綠煞氣。我教大家一個簡單嘅離火運靜心方法，每晚臨睡前定坐10分鐘，觀賞離火嘅暖光，將所有執念怨恨遺憾全部焚化消解，告訴自己過號嘅一切已經隨風而逝，恩怨隨緣了結，唔好再扭帶舊包袱前行。人生下半場拼嘅唔係曾經幾多風光幾多坎坷，而係唔好讓舊人舊事消耗剩餘嘅光陰。對於曾經低待自己嘅親友，曾經不如意嘅際遇，睇開睇淡睇透，唔去記仇，唔去算舊賬，放下嘅唔係輸咗，而係解脫咗自己。心裏面裝住太多仇恨同執念，就好似杯入面裝滿半氯污水，永遠盛唔落喜樂同福氣。唯有清空負面雜念，內心通透澄明，喜樂平安貴人緣先會自動流入生命之中。面相上都可以印證呢一點。長期心懷怨恨、眉頭緊鎖嘅老人家，眉間會形成深刻嘅顯浸紋。呢個紋路在面相學裏屬於孤寡勞碌紋，主晚年操心不斷、親緣淡薄，而經常舒展眉頭、笑口常開、心胸闊達嘅長者。印堂長年光潔飽滿，印堂係命宮，印堂發亮代表大運順遂、百煞不侵。呢個就係善念改相、心轉大運嘅鐵律。第三點，學會接受不完美，對自己寬容，對身邊所有人都留3分體諒，唔強求任何人按照自己嘅標準活。好多老人家晚年勞碌操煩，根源就係控制欲太強，覺得老伴做事慢吞吞，仔女生活方式唔夠節，焉識父煮餸口味，唔對孫仔調皮唔聽教，事事都要插手糾正，
動不動就指責挑剔，本來可以輕鬆享福嘅日子，變成日日鬧交嗌交，全家氛圍緊張，自己亦都氣到血壓飆升。我經常同身邊老友講一句大白話：成年人各有各嘅緣法，仔女有仔女嘅人情路，老伴伴隨咗大半輩子，本身就係莫大嘅緣分。孫輩有佢哋自己嘅成長軌跡，作為長輩，只需要做好引導同祝福，唔好全方位包攬操控，贏咗一時嘅口舌之快，輸咗全家和睦嘅磁場，完全得不償失。真正通透嘅老人家會懂得得為人處且賴人。老伴煮嘅飯鹹咗少少，笑住食落；仔女選擇自己中意嘅工作，唔過度插手干預；孫仔活潑好動，順其自然，欣賞童真，少批評，多讚賞，少洩掉，多包容。屋企嘅火氣自然消散，祥和磁場凝聚，天倫之樂先會完整呈現。仲要學會放低對自己嘅高要求，唔好因為年紀大咗手腳唔夠靈活，記憶力衰退而自我否定。生老病死係自然天道，坦然接受身體嘅變化，量力而為，唔好勉強自己做超負荷嘅勞動，善待自己嘅內心，先係晚年最高級嘅修行。第四點，少執着於金錢得失，明白財富夠用就好。過度守財，過度急門，反而會損耗福報。好多老人家年輕時捱苦慣咗，踏入老年之後極度缺乏安全感，死守住存款唔肯消費，唔捨得為自己保養身體，唔捨得出去散心遊歷，唔捨得幫襯身邊需要幫助嘅晚輩，日日驚住坐食山空，活係對貧窮嘅恐懼之中。我從風水同福德積累角度同大家解釋，財為水，水要流動先會生生不息，長期死水積存唔動就會發臭淤塞，反而破損財富運勢。晚年嘅錢財，第一要用係自身健康保養之上，食營養嘅食材，做適當嘅體檢，參加輕鬆嘅短途旅遊，耗勞辛苦大半輩子嘅自己。第二，適量行善積德，細微之處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，捐贈小額善款，助養弱勢群體，好德係五福之中第四大福。長期積德行善，可以為自己增厚陰德，千招固壽緣。第三，適度扶持孝順嘅後輩，留足夠嘅生活備用金之後，唔使過度囤積財散，人安樂則福運長。好多守財到極致嘅長者，最後積落一大筆積蓄，自己無福享用，仲容易引發後代爭產反目，落得孤獨傷心嘅下場。呢種執着守財，其實係折福嘅行為，一定要引以為戒。總結第二個好命核心特徵：老來修得一顆平常心，不攀比，不記仇，不強求，不執財，內心常存喜樂與寬容，煩惱自然少大半，氣順則體健，家和則萬事興。心靈層面嘅富足會直接反哺身體健康、家庭運勢、貴人磁場。呢份由內而外嘅修煉係長久好命嘅靈魂核心。好多人以為風水要擺好多吉祥物，調好多方位先可以改運，殊不知最高級嘅風水就係自己嘅心念向善向寬，全屋風水自動轉吉。呢個係幾十年研究玄學最真實嘅體悟。跟住講第三個，好多人容易忽略但直接決定晚年孤獨與否嘅關鍵特徵：人緣圓融，親緣和睦，身邊有真心相伴嘅人，夫妻相守，子女孝順，晚輩敬重老友常伴，有人情溫度嘅晚年先係圓滿無憾嘅。上等福命中觀所有好命格嘅長者，無一例外都擁有良好嘅人債磁場同家庭緣分。人係群居動物，就算你身體再硬朗，心性再通透，如果到老孤零零一個人過活，冇人問暖，冇人傾訴，病榻前冇人照料，物質條件再豐厚，都會充滿靈糧感。呢種晚景喺傳統命理學裏屬於孤神寡宿之敗格，唔算真正嘅好命。今日我就分為夫妻緣、子女緣、愛人貴人緣三大部分，極行面相風水德行積累，同大家拆解點樣守住呢份寶貴嘅人緣福氣，
令下半世充滿人情暖意。先講老伴夫妻相守嘅福分，少年夫妻老來伴，呢句老話從來都唔係空談。踏入中老年之後，身邊最貼身、最知冷知熱嘅，永遠係陪自己走過幾十年演風雨嘅另一半。好多夫妻年輕時為養家糊口奔波，溝通少，摩擦多，到咗退休閒下來，反而互相嫌棄，日日為累碎小事鬥嘴冷戰，屋企氣氛冰冷，兩個人都過得壓抑煎熬。真正有福嘅長者會懂得珍惜老來伴嘅緣分，學會互相遷就、互相體諒。從風水角度嚟講，夫妻二人同住一套居所，互為對方嘅本命貴人，兩人關係和睦，就等於屋企陰陽義氣平衡，家宅風水自動大吉，財運、健康運、平安運都會同步提升。反之，夫妻長期爭執不和，全屋煞氣甚萬，財富破損，健康受阻，橫事鴻身，一連串負面運氣會接踵而來。我見過好多80-90歲嘅恩愛長者，每日一齊買餸，一齊散步，一齊睇粵劇，就算身體有少少毛病，身邊有人端茶遞藥，悉心照顧，心理充滿踏實感，康復速度都遠遠快過獨居長者。想要守好老年夫妻緣，有兩個簡單心法要牢記。第一，少翻舊債，唔好拿幾十年前嘅過錯重複指責，過往嘅矛盾隨歲月化解，聚焦當下相處嘅快樂。第二，培養共同興趣，一齊種花草、學書法、聽戲曲、短途遊玩，製造屬於兩個人嘅退休樂趣，減少無聊引發嘅猜忌與爭執。面相上，夫妻宮位係眼尾魚尾紋位置，魚尾紋順暢不雜亂，唔有惡紋破壞，代表晚年婚姻圓滿，老伴同心同德，互相扶持。呢個亦都係好命重要標誌。其次，重中之重就係子女孝順，親緣深厚。晚年最大嘅後盾就係和睦嘅子孫家庭。好多老友記焦慮晚年，核心就係擔心仔女唔孝順，唔願意陪伴，唔願意照料自己。其實子女嘅孝順與否，從來唔係天降運氣，而係自己大半輩子德行、家談戶育相處模式累積落來嘅果報。命理學講，種善因得善果。年輕時以身作則，孝順自己，父母為人正直厚道，唔過度溺愛，縱容仔女教導，佢哋懂得感恩與擔當，到老自然收急仔女，體貼回報。反之，年輕時為人刻薄，家庭爭執不斷，對後輩只懂索取，唔懂付出，晚年好容易面對子孫疏遠，不聞不問嘅結局。好多老人家走入一個誤區，老咗之後過度插手仔女嘅小家庭，挑剔媳婦女婿嘅生活習慣，插手後輩理財同育兒方式，過度干涉只會令親緣產生裂痕，仔女慢慢唔願意返屋企相聚，自己落得門前冷落嘅下場。我俾大家幾條維繫子女緣分嘅實用守則，全部貼合九運離火、家庭運節勢。第一，學會邊界感，仔女成家立業之後，尊重佢哋嘅小家庭規劃，唔隨意指責干預，睇淡對後輩嘅掌控欲，距離產生美小干預，多祝福關係反而更加親密。第二，多傳遞正能量，仔女返屋企聚餐，多講開心話題，少吐槽社會，少抱怨身體病痛，少攀比其他親戚，唔好將自身負面情緒轉嫁俾晚輩，令後輩為憐返屋企。第三，保留自身獨立生活能力，唔好事事依賴仔女，自己打理好起居飲食，打理好個人財務，減輕後輩嘅壓力，仔女唔會因為照顧壓力而心生厭倦，自發性嘅關心先會長久。第四，公平對待所有仔女媳婦女婿，唔好偏心口齒薄比，手心手背都係肉，偏心係破壞子孫和睦最大嘅河手。家族團結，自身晚年福氣先會根基穩固。地角下巴圓潤有肉嘅長者，本身就帶有子孫緣厚嘅面相加持，容易得到晚輩敬重孝養。就算先天面相唔夠理想，透過後天修德包容待人，一樣可以修補親緣磁場，扭轉晚年孤寒格局。第三層人緣福氣就係身邊有3-5知己老友，平時可以閒聊相聚，
互相扶持，擁有屬於自己嘅社交圈。好多老人家退休之後，世界縮細到只係屋企四堵牆，除咗家人之外，冇任何社交。一旦同老伴鬧矛盾，仔女忙於工作唔得閒陪伴，即刻陷入孤獨空虛之中。長期孤獨會直接引發抑鬱、腦退化、免疫力下降等多重健康問題。九運離火主打精神社交、心靈寄託中，老年一定要建立屬於自己嘅健康朋友圈。落公園結識志同道合嘅老友，參加書畫班、粵曲社、徒步團、義工團隊，多同外界正向人群接觸，傾訴生活點滴，分享閒暇樂趣。呢啲看似平凡嘅人際交往，其實係在為自己積累貴人緣。萬一自己突發身體不適，需要臨時幫手，身邊老友可以第一時間伸出援手。閒時一齊郊遊聚會，排解孤獨情緒，令心態像年，保持年輕開朗。面相上鼻翼豐隆，兩邊初虎飽滿唔凹陷嘅人，天生貴人緣旺盛，無論年輕定老年，都容易遇到真心相助嘅良師益友。就算鼻翼先天不夠豐厚，只要為人真誠厚道，樂於助人，唔計較少少得失，後天都可以收出旺人緣嘅磁場，令身邊常遇貴人，遇事有人搭把手，唔會孤立無援。仲要補充一個好命人緣嘅底層邏輯，福分係相互流轉嘅。你待人溫柔厚道，他人先會待你真心實意。你樂於成人之美，貴人先會源源不斷向你靠攏。你維繫好家庭和睦嘅磁場，整個家族嘅福氣就會回流到自己身上。晚年嘅孤獨與熱鬧，從來都唔係命運隨機安排，而是自己一生待人接物、修德行善嘅最終回報。一個老來夫妻相守恩愛，仔女孝順體貼，身邊老友常伴，走到邊都有人敬重嘅長者，就算唔係大富大貴，都已經係世俗意義上圓滿無缺嘅頂級好命。人情溫暖裹住嘅歲月，遠比獨自手握萬貫家財更加安穩舒心。講完三大核心好命特徵之後，我再整體同各位老友記做一個深度整合，亦都解答大家最關心嘅問題。如果我而家只佔其中一項或者兩項唔夠齊全，仲可唔可以後天修煉補足晚年福氣？答案係100%可以。玄學從來都唔係宿命論，先天命定3分，後天修煉7分。呢個係我幾十年從事術數研究堅守嘅核心觀念。命可以改，運可以收，福可以積。無論而家處於哪個階段，只要從今日開始落地執行，都可以一步步提升自己晚年嘅整體命格先啦。梳理三大特徵對應嘅後天改運落地執行清單，大家可以逐條對照自查，逐一完善。針對第一項身體福氣，堅持規律作息、清淡飲食，每日輕度運動，睡前熱水泡腳，少動肝火，少鬱結，守好五臟氣血，保住自理能力。利用離火運養心安神，規避心合卷老年病。針對第二項心性福氣，每日堅持靜坐5分鐘，淨化心念，戒掉攀比、記仇、強求過度，守財4大執念。凡事往寬處想，多微笑，舒展印堂，以善念改造自身面相，與磁場修煉隨緣自在嘅內心。針對第三項人緣福氣，珍惜老伴、老來伴嘅緣分，對仔女後輩保持邊感，多包容少干預，主動拓展正向老年社交圈，為人厚道，樂於助人，積累夫妻緣、子孫緣、外界貴人緣，營造滿是溫情嘅晚年環境。3個板塊互相影響，互相加持，身體健康先有心力修煉好心性，心性豁達，家庭關係自然融洽，人緣越來越好，人緣圓滿，家庭和睦，情緒像年如月。反過嚟又千超顧五臟健康，形成一套完美嘅正向福氣循環系統。再結行九運離火20年大廚勢，同各位中老年朋友提幾個避坑重點，避免無形之中折損自身累積嘅福報。第一，離火運資訊發達，網絡詐騙、虛假投資，
保健品套路層出不窮，心性唔夠定，貪圖小利嘅老人家好容易踩坑破財，一定要守住平常心，唔氹高回報投資，唔亂買昂貴冇用嘅保健產品，守好自己嘅退休金同儲蓄，財富不破，晚年底氣先會足夠。第二，離火主情緒精神疾病，千祈唔好長期封閉自己，獨居鬱悶，多出去接觸陽光人群，大自然打通社交人員磁場，防止情緒內耗引發失眠、焦慮、抑鬱等問題。第三，離火主禮儀德行，未來20年德行厚重，為人官和，家庭和睦嘅人會越嚟越順風順水，而尖酸刻薄、斤斤計較、四處結怨嘅人會運勢持續下滑。所以下半輩子最核心嘅功課就係積德修心和眾，以德行托住自身晚年大運。好多老友記私下同我傾訴，覺得自己年輕時捱盡辛苦，命運好似唔太善待自己，擔心老來無福可享。我想同大家講，人生嘅大運走勢，好多人都係先苦後甜格局。中年之前係打基礎積累福德嘅階段，60歲之後先係收過福報嘅收成期。早年吃過嘅虧、受過嘅委屈、默默做過嘅善事、守住嘅善良底線，全部都會化作晚年嘅護身福氣。體現就係身體硬朗、心態從容、家庭圓滿之上。唔好因為一時嘅不如意就否定自己嘅後半生。命運嘅卷軸仲未翻到最後一頁。真正嘅好運往往都係留俾懂得堅持修煉、懂得善待自己嘅人。最後用一段唐密修行嘅偈語同各位老友記共勉，亦都作為今日分享嘅收尾。係身安便是無價寶，心歡自有萬般福。人緣圓滿天眷顧，歲月從容享清歡。人走到中老年階段，唔好再執着於世俗嘅財富高低、名氣大小、攀比輸贏。回歸最簡單嘅3樣追求：一副可以自在起居嘅硬朗身溫，一顆不被煩惱困住嘅豁達內心，一群圍繞身邊真心相待嘅親人老友。只要牢牢守住呢3個珍貴特徵，無論外界風雲如何變幻，無論流年大運如何起伏，你都屬於旁人言無不來、安穩自在嘅上等好命。願每一位聽到呢篇分享嘅朋友，從今日開始修身、修心、修緣，福壽萬象，晚年安康，日日皆為好，日年年盡是歡年，福澤萬延，順遂終老。